只要交穩定落嚟嘅同時，佢又可以同我一齊可能去食盡、去玩、去食嘢、去享受。因為天父都係種享受，咁就後日就有一種感覺出現啦。咁貪慾佢有分幾個位嘅，妙和平衡。但我哋今次淨係講妙啦、和啦同埋平先，因為後咧嗰個相似性嚟有啲複雜。咁例如咧，貪慾平咧，佢出現係廉貞，係驛馬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貪慾平嘅人，就係好符合你哋想像中嗰種會周圍出去蒲啊、出去玩啊，有浮動性比較唔足夠啊，好似夜場，即係可能喺酒吧度成日見到嗰啲女仔，或者貪慾平同埋貪慾平係整同心，會比較有呢種感覺出現。即係我唔話都係咁樣咯。佢哋要加殺星，佢哋先會咁樣。如果加太多吉星咧，咁其實純粹係一個玩樂心比較重、思想比較創意嘅人，但係佢哋就會有呢個咁中意玩嘅傾向，所以係要睇一單係，因為廉貞係都係桃花星，所以佢喺遷移宮嘅時候，佢會特別有呢種感覺，特別有嗰種識得做人。嗌阿媽，嗌阿叔，嗌姨，好靚女啊你，你咁好靚仔，呢種氹人嘅現象咯，識講嘢嘅現象咯，social嘅現象咯，浮動不足，浮動性十足嘅現象咧，貪慾平係好明顯。個貪慾旺啦，貪慾旺咧就係子貪嘅組合。咁子貪嘅組合咧，咁即係外面嘅面具係子明。紫微咧，相對嚟講就比較重面子、重排場，所以貪狼喺子午線嘅時候，又係桃花位，都會因人得貴嘅地支，所以貪狼子午線嘅人通常咧虛榮心比較重，OK，亦都比較在乎自己嘅實力，自己又冇真係識得一啲嘢，一啲真材實藝，或者。如果做得唔好咧，就係虛榮心。所以呢種人好重視自己睇落去係點樣嘅。所以呢種人通常係才華嘅。點解係才華嘅咧？因為如果你例如你識彈吉他，你識唱歌嘅，咁你咪可以企喺嗰度展示你嘅才藝，你有一真材實藝，又唔使彎低腰去，好似偷人咁啊，即刻偷人。但係你又散發翻你嘅魅力，然後所有人望住你，你又因人而得品。所以通常貪狼子午線嘅話，才藝嘅，佢哋嘅桃花係桃花呢樣嘢要睇埋三個四正係乜嘢。但係貪狼子午線嘅人通常佢哋會想揾專業技能或者才藝嘅，去到令其他人去認同佢哋嘅能力。認同佢嘅實力，去表現一啲嘢。咁貪狼在午咧，就比較明顯咯，就會比較明顯去展現自己嘅才藝咯，係得到人哋嘅賞識咯。貪狼去子午線嘅時候，就比較內斂相對，通常會中意鑽研某一個技藝，當你諗下，如果你唱歌唱幾年到啦，你幾年咗10年啦，你由6歲開始唱歌，唱到16歲，然後你走去參加歌唱比賽去 busking 嘅時候，咁當然啦，成個感覺係，即係所以點解呢啲係桃花線係因人得貴嘅位，通常會有呢種現象產生。咁到貪狼嘅廟，貪狼嘅廟會將佢嘅慾望變得好實際。點講好咧？通常佢哋可能通常從事一啲比較賺錢嘅行業，即係佢哋嘅慾望變得好實際嘅時候，佢通常可能直接就係做嘅嘢，
或者佢係做生意做嘅嘢，本身就係賺錢嘅。而且老實講，貪狼係神術呢啲位咧，佢嘅桃花味咧就冇咁重，因為對方係冇局，咁就冇咁佢通常嘅欲望形式咧會再實際一啲，例如可能佢就係直接從事地產啊、金融啊，或者一啲世俗一聽就覺得你比較賺錢嘅類型，因為佢始終係廟。當佢廟嘅時候，即係佢哋嘅能量相對呢個世界嚟講係好充滿嘅時候，大家睇佢就會自然就覺得佢哋係可能直接從事職業可能就係一啲聽落去就係啲比較賺錢嘅職業，所以佢先廟好多資源咁樣。但係點樣同但貪狼佢到底係咪真係咁桃花咧？應該話桃唔桃花呢樣嘢咧，要睇有殺星嘅衝入。第一個情況有殺星，但殺星就通常會引爆呢一個貪狼嘅桃花現象，例如靈貪啦、火貪啦，或者係加頭羊變咗做泛水桃花啦，加陀羅都會啦，因為感情而執着啦。加呢啲星嘅時候先會激發呢個貪狼可能就玩感情嘅啲現象啦。咁就係你話揀吉星嗰啲人，通常咧就比較係創意啊、想法、工作上面嘅錢啊，就多過真係桃花。咁另一種情況咧，就可能要睇下佢有冇啲咩閒事天擾。佢三方四正係咪加咗太多文曲文昌？文曲文昌啊、天擾啊、閒事啊呢啲嘢落去，通常加呢啲落去咧，就叫咩水性太重，即係太過浪漫、感性多情嘅人，通常感情生活都比較豐富。但係如果你見到對方係好多吉星嘅，就唔好亂咁話人哋貪狼揸定作命揸正氣，桃花強，一定好似好入檔咁樣。其實就通常貪狼如果佢係加啲第六權啊、天牌啊、天元啊，加啲較正常嘅星，佢唔太過水性咯，即係唔太過例種加殺星嗰種感覺啦。都因為佢加殺星嘅話，會追求刺激，有隻會攞住一個欲望放，即係可能靈貪啊、火貪啊，即係佢可能就中意刺激，本身就中意刺激。咁貪狼又中意刺激，咁就一定好簡單啦。咁如果佢係加咗求陽啊、陀羅呢啲欲望個目標性比較強嘅，即係仲要攞到嘅嗰種感覺，咁都會令到佢情感上面嗰種執着性繼續強。第三個情況係水性強啦，太過感性啦，太過浪漫啦。咁嚟講話，你變咗出對方加咗陀羅嘅，加咗個六全星嘅，加咗天體，加咗文昌同埋文昌就加咗可能加咗好多吉星嘅話，咁咧可能呢種只係展現喺工作上面咯、才華上面咯、個人魅力上面咯、人緣咯同埋創意，係啦。咁就講到差唔多啦，拜拜。